前幕後嘅同業，好努力咁向政府爭取你哋嘅訴求。我見到你哋非常之克制，但係又非常之團結，呢一種行為令到我非常之感動。我希望職工會好快就得到一個交代。特首講嘢啊！我支持你哋。劉德華嘅出現，令到一班連日嚟喺政總集會嘅香港電視員工情緒更加激昂。一個香港電視嘅助理編導嚴嘉怡就將一啲大家喺銀幕上面見唔到嘅畫面剪輯成一條短片，為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表達佢哋嘅心聲。我哋一個咁